修行拜忏的时阵呢，会受这辛苦、病痛，拢爱忍耐，因为这是消业障。这阵在经典来讲，亲像咱大般若经来讲，你行一步向过的功德，胜过你用了3000大千世界众生的功德。那么你行向过的这步，当然啦，若是少年人好脚好手真好行。咱若食到有岁时阵，这步是真歹行，真歹行，去家行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你所受的这个苦，因为你要向运，你要拜运，所以你会热，你会寒，你会痛，那么这苦你有法度忍耐，如果有的人有法度忍耐，讲嫌这安怎，伊就无爱来拜运。安尼表示讲伊有法度忍这个苦，那么如果会当忍这个苦，这个痛，就是属于咱这个大般若经来讲消灾啦，就讲你拜忏了，你要有人头壳痛，腰痛，目睭痛。